徛起伫咱中间，有稳定甲真理满满，可阮捌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大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。这时，请咱来听开圣诗第271首语调，圣诗第241首语调，圣诗第271首语调。我做一单为得的时，照天律永远就死，在无法度通救家己，耶稣我来求你，请咱起来祈祷。
是四篇100篇，咱3届。我要行目黄山，我的房产市对摇花来。你无要互你的脚油拽，保守你的是摇花。你是爱路无常理，摇花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你出你入摇花要保守你。圣诗第576首，上帝疼痛拿回一切，天顶欢喜降落地。求你点阮微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的爱。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，你的名无限纯真。将你救阮即时降这日阮听听的心，请你起立，专心。
同心合意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同心来感谢主你恩典。我要用谦卑的心，各将你来敬拜，你来感谢，来学乐。若毋是你的听，你的怜悯，你的赦免，阮就袂当规律伫你的脚前来使用。2000多年前，你有赐予你的独生圣囝，就是阮的救主耶稣，来谢救，牺牲伊的性命，留伊的宝贵，来救赎阮属灵的新性命。若无，阮就袂当甲天父上帝你过好，来成做你的儿女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上帝的恩惠，愿所有的尊贵荣耀拢归伫你的圣名。这时，阮要8位兄姐要来接受洗礼，1位姊妹要来接受电洗礼，2位细囝要来接受幼儿的洗礼。恳求圣神帮助因，保守因的心灵，常常得到主的支持甲配搭，互因世人永远来服侍上，将因的身躯食做芳芳的祭来献入主里内。用所得到的恩典来回应主的听，引带这些人来归上帝，互你的福音遍传伫各所在。今仔日，阮也要为圣餐，让阮搁一摆甲主你同齐过时，阮的心一方面用感恩的心来领受，一方面也用反省的心来受托。主的教示，阮是毋是愿意来顺服？主的道路，阮是毋是愿意来行？我要一只来应答你讲，愿你的旨意得成。这时，阮也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一只恳求你，无论因的心灵，或者是肉体，或者是精神，有拄着试炼病痛的，恳求你看顾伊伫因的艰苦。特别，阮也为着电信弟兄伫3月15亡主了，伫伊76岁生涯中间，愿感谢主的疼痛甲保守，恳求上帝怜悯安慰甲付出三到2个，互阮确信伫主内面死的人，有一天我们伫天里过来相见，因为这是你对阮所有的恩典。愿他伫你面前安恳求感谢。为康利是奉各主耶稣基督是真正圣名来祈。阿门。